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的福气类的节目。今日大家咧讲嘛，家咧讲伊早吼哇，平常时谈到袂起到东南啊、东西，不过基本嘅让简单讲诶，起码家咧解释法律诶，下面谈到是说，哎呦有点难哦。你基本上让你讲，其实法律做得一种好简单嘅方式来认识。今日咧分享你今日来宾哦，佢係馬莎嚟嘅非常後生嘅律師吼，劉思儀分享。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我是法律拍法文运动的刘思宇。欢迎思宇哈，分享。今日咧，其實有請你嚟到鴉片，一看呢時間就說，哎呦，你話按你好生啊！韓國吼嘅客家話講到真好。哦，係啊，因為本身係苗栗嘅客家人，然後多不卡爸爸媽媽做嘅係愛講客話，有時候講年爸做，他們本人媽講，做乜冇講客話，就按你會按本人媽啦，有時候大伯多不卡，從阿公阿婆安尼。大家做嘅講客話。唔過爸爸媽媽嘅客家話，伊嘅係講私煙錯冇？係。伊嘅係講海料。應該係牛片啊。牛片哦，真嘅，因為講食菜飯吼，啲客家話地度吼五腔五隻腔頭吼，很少聽到姚平腔誒。我即個咩唔會講。唔過講私煙就做得吼。講私煙做得，講私煙做得。按用大家就啲吼，你看佢嘅客家話講到暗號就啲，其實講客家話真係家庭教育真重要。係啦，故所就你從生發地度很多有都講，故所雖然講到台北讀書較少講，啊唔過全部卡有講很順很做得安尼。唔過用談起就知道，大家講後生人講唔會講客家話就冇借口嘅，有冇？因為你看佢按後生，有冇？又按優秀嘅詞語，講客家話又講到暗號。唔過今日請分享吼，有請佢來到鴉片同大家來分享嘛，家咧有一本新書，一本新嘅書會同大家來分享。這個來同大家來講一下嘅書名係嘛，家咧？一本書很多法律要江湖在走，法律要懂。對，江湖在走，法律要懂。意思係嘛？家咧，啲沙飛地度吼，識投入要買東西，拜託一下，有聽到簡單嘅法律常識，真的要了解從冇？就是日常生活中有時候會讀到一些事情，那可能有啲人讀到會講過，以下用嚟處理，佢唔條用嚟解決安啲事情，所以想講用安啲。書本大家講做啲參考啊！真嘅，迄講而家什麼樣地讀到清洋葱嘅問題，當然你可能會請律師向下來討論。不過我一啲有聽到嘅你係哦，佢講嘅我全部都談唔識，反正我信任他就好了。佢講嘅我真的一句我都聽不懂，因為把六法全書法律條文翻開來，大概了一個時間，一條一條看哦，沒有一行看得懂。就你看，他都是寫中文，可是我連起來什麼意思我都看不懂。這樣。故說基本你同大家來分享就會有冇嘅白話文哈。故說基本我們兩個要講白話文哦，按做得冇？好，做得好。故說一開始這本書的理念是不是就同大家講嘅大家平常時做得了解嘅一啲法律常識，用輕簡單嘅方式分享俾大家。本大家提供，然後地度沒有搭配一些。新聞啊，案例事實，就你可以更簡單的去進入到這個主題裡面。所以這本書很重要。這本書是你們有一個小團隊幫他出。我們那有一還有很多法律白話文運動，是一個我們有架設一個網站。對，一開始為什麼你們自己做律師的就會講，我就是要很難啊，很難才可以顯示出哪個專家。你太搞就談唔成人啊，講不一堂就走的。可是你們剛好顛倒。你們反而要有一個這樣的組織，為什麼呢？這個其實要跟我們團隊目標講起。其實我們團隊那時候就是吃到講，其實有些東西唔係講佢真的難到一般人冇辦法了解。其實佢就係會講就係語言唔低嘛。故所用簡單的方式來介紹大家提供嘅法律係用嚟處理事情，用嚟做，
一般人第一可能，俺拢讲的，通的就讲哦，原来很简单，其实无嘛该，只是讲一开始因为唔定就会讲啦。真紧，比如讲以前从最开始的时候，台港机场事件有没有？哇，我们讲服贸，哇，个新闻当日都播出，你讲可能有镜头给你。看到很激动，有冇情绪也很激动？不过个天使管理沟那个，哎，个乜个黑服贸哈，因为很多这样的情形。这一开始就会318学运那个两岸服贸协议，它其实就是那种网站的出发点。哦，我们那种时候那种张总、杨贵志，他们的历史，那时候注意网络上懂得消息，那有些消息可能不能说它不对，可能他讲的不清楚，就。一般的人可能佢每次都其實講嘛，介咩動商你動商做唔定啊，都會動錢啊你。那其實就想講，因為佢本身係學國際法專業，那其實想講啊，佢請幾個同學嘅來介紹，嘛搞很多服貿協議，然後就介紹有服貿科普文，然後就算本大家。简单的去了解说什么是服贸，原来服贸它会牵扯到这些东西，对，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了解这样。你了解过后，你知过后，佮都在请很用的，你自己在独立思考，自己去判断。不过，迄个你对于安用个敌是某了解的事情，陪你用的讲就是说啊，怎么是这样，对不对？好，所以你做的工会提供一个平台，对，所以你们也有自己的粉丝专业，黑吗？对，我们也有自己的粉丝专业，就是目前的话，人家的粉丝专业都是明星粉丝专业嘛，哇，上去可以 follow 明星的讯息，不过你的粉丝专业应该也是很白话文。我们就是那的粉丝专业主要就会发布一些那种下来文章。算是以一个文章写完之后会发布到网站跟脸书的专页，然后有时候我们会分享一些新闻，就是有关法律的一些新闻。所以你哋发表嘅文章也系同法律有关系嘅文章，同大家来了解就安用嘅。哇，所以你们安用嘅组织上平台很多人了吗？有青铜人嘿？差不多应该有10个啥。哇，真劲吼！有青岛系专业嘅律师，错吗？也有，或是有法律背景嘅人。你就全部太好做嘅读法律咧。哦。不过唔係全部人做嘅律師，因為青島嘅係啲人讀學校讀書嘅研究所嘅學生嘅。像我以下我自己本身咩係談讀嘅讀書，係去讀碩士啊。你有沒有懂？老朋友冇困擾，但係你都沒有讀英國、老美國讀書嘅研究生。嗰時候就蠻完整哦，簽專業嘅一個團隊吼。不過記得真有意思吼，記得出去讀書也係做事之外，他們還有按用嘅熱血同熱情，有冇組織一個按用嘅平台，希望就會幫大家來了解。其實第一台吧有青島嘅法律嘅問題，大家喺做得去了解，因為了解行較多就會較保護自家，哦，也不會傻傻的按用你，主要就是让大家在了解那些事情之后就唔会讲啦，因为处理事情的那种主讲有些人就会讲，一讲就会有点慌张，就唔知用的处理，就有点不知所措。而且一处理不好，可能后果更严重，就会按用你。如果记得嘅粉砖，唔係幫你做法律咨詢咯，做唔得咯，因為佢係專業嘅問題。如果叫青島嘅文章做啲分享，俾大家去了解。也係因為講律師法規定啊，就係唔係律師嘅法，就做唔得做律師嘅業。那像大家已經講嘅，你就唔係講全部你做嘅律師，比如說。你就有個人會論問講，我遇到安尼事情，做啲請人哋讓我解決嘛，無就人哋讓我講，我用嚟解決。啊，唔過你就做唔會食安尼案嘅啦，做。啊，唔過係講，他自家有知道乜嘢新聞啊，或者乜嘢法律議題，知道都新奇嘅吧，吼，咩做啲老人講。那你就會開會，然後開會嘅時候會討論講，安尼事情真係動作得寫到。文章然後睇自家介紹嘅話，你就咪會留去寫。真嘅呀，真嘅輕重要。因為平常時一般嘅新聞也好，也係國際嘅新聞也好，討論到青島一些同法律有關嘅問題，有談唔時嘅時間，真嘅做啲諮詢哈。不過回到正東亞本書底度哈，所以它這裡面其實有青島亞哈，我們平常生活裡面會遇到的問題來討論，比如講。亞哈其實第一台北上班嘅人，有青島嘅人，其實一定要租房子，對，而去租屋
对待嘛。不过租屋嘅时节，公司才发，你去家本身不管是房东也好，房客也好，你会遇到黑乜嘅问题，也黑讲你还看新闻嘅时节，有轻头给你会发现说哇，租屋怎么有这么多的问题？这里面也有介绍，对不对？对对，嗰时候，我以介绍讲租屋嘅事情，其实喺前一波嘅有则新闻，就大家要调有嘅二房东嘅新闻。那嗰时候就咩有人问讲，有一些的相关的东西都在介绍本大家提嘛。就因为有人安尼建议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好，那就来做一张较完整的介绍。故说张会有安尼文章出现。哈哈，故说吼，其实一本书底度就写到清清楚，都带用的来租屋，迄讲你爱租屋用的租，迄讲你迄房东你会注意乜事情吼。故说，请你甲乡亲朋友先聊下，啉下茶哦，做咧准备一种钱，也准备一支笔吼。等下下团节目，你就好好咧介绍一下，係讲因为税务本便宜来讲，你要去税务，你可能拄到的问题係乜解，你容易来面对，容易来解决，常做得好好来保护自家。所以咧，大家聊下，你马上你等下张总来讲。今日當方宇就地繞搶到司儀吼呢度節目地圖啦，大家嘅分享，講實在話吼，我第一擺拿到一本書嘅時間，我就我曾經很容易，我想講福起來咧做念書嘅問題用啊，而且個情況就講，伊理解一本書本你看一下法律一本哦，唔過你打開來看。看過後就知道，哇，它真的是一本好有意義的書。故說基本應該其實我訪問時語的時候，其實還蠻開心的，吃到清翻譯，就覺得說，好有意義哦，哈。所以鄉親朋友會講有興趣嘅時節，真緊做得讀本，還有想你來鼓勵一下，其實一本書真的很實用哈。對，尤其是會講你要去租屋的人，租屋給你很加會開，唔過。冇一本書也冇相關，看基本嘅節目也做得哈，故說也夾夾來看一下哈。也講實在話，大家不一定都住在家裡，因為你要去到外地去上班嘅時間，你喺個無屋嘅時間，你就會租屋。不過租屋嘅時候，大家其實真嘅問題好多，甚至係超出你的想象的。所以基本嘅時語要好好來幫我們整理一下，提醒一下大家，係冇。所以一開始同大家來分享，就會租屋契約不得記載事項。要在其实要在不得记载事项，应该会讲。唐hier就难呢。那一般租会推荐大家说，我们在租屋的时候会像书店会买的那个契约。有，还有准备，黑咩呀？对，嘿，就是一张黑较简单的版本，一张黑真的就是它有依照行政院的规定做的房屋租赁契约范本。对，那这两个之间的差别就是房屋租赁契约范本，它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版的。它会比写的内容会比较详细，然后对房东和房客保障会比较多，这样子。不是说这书店就买得到，对不对？对，书店都买得到。要钱哈，所以大家要注意哦，因为一开始会同大家分享，就会不得记载事项。这边我帮我们整理出来好几点，好吗？但可能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像第一点就是不得约定抛弃审阅期。好难哦，听不懂。对，其实它最重要的是审阅期间呐。审阅期间的意思就会讲，拿到给本。嘿。按台本，一听到专业不卡抽单来抽章来看一下，他们都要看这3-5天，你才会知道说原来这亚迪都会按那些事情，然后你知道某问题咱们强势。对，那审阅期间就会不你在合理的期间让你回去看这样子。按永影原来是这样子。房东中午得讲，我们来签约好来看一下，2分钟之后就签约中的，而不你的期间，大家彼此了解。对，要看清楚说我里面写的内容是怎么样，那这些内容我可不可以接受？那有些房东可能会修改里面的租赁条约，那可能他改了之后会对他自己比较有利，那对那条可能会他比较不利一点，那你这真的要注意。认真看这样做的，还有不得约定广告，仅供参考。参考。实务上懂家堵到的问题啊，主要有的人佢头上网嘛，那网络上叫租屋嘅，我租出业者佢头翕相，我翕到动浆。个相片轻重要呢。佢看到动浆之后，唔看到人做按浆嘅屋嘅，因为钱又冇讲清规嘅，动中董事汉做为租，结果你到嘅屋嘅地度嘅时候，你就看到用老款相片看以为冇困用，冇困用就算了还差轻度。系啊，佢要地度。
不用一台30寸电视，你可以用一款这种箱型的旧的那种类比电视，对，就是会有那种差别很大的情况发生。那这是就是那个不得记载事项里面，其实就有说，不能约定说广告仅供参考，不可以。所以泰嘎还有宽度网上照片怎么样的话，你可以先把网上的照片存下来。这到时候你去租的时候，你就可以要求说，你应该要照你上面的照片的款式给我提供一样的东西，就变成是说法律上其实有点规定说，照片也会变成契约里面的一部分。对，不得约定承租人不得申报租赁费用支出。要租泰嘎5月的时候都会报税嘛，对，报税的时候其实。在外面租屋的费用会是一个生活的支出的成本，那是可以扣税的。那可是有报支出，就代表房东有收入。那房东针对他的收入，给会给出来。那有些房东不想要被这个收入要被扣税嘛，那他就会说你不能去申报，你不申报。国家就会不知道我有收入，那国家不知道我有收入，我就不会被扣税。可是呀，真紧有一个问题就会，比如你在外面租屋嘅时间，有冇房东係個按用要求，他說總唔得，他說冇按用來起嘅那個漲價。漲價，這其實就是實務上他們艱難處理的問題，就有點說那種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感覺。對。但就是大家還是可以試着去要求。比如講15000、15000、1萬 Q 好誒，你就說可是我要報稅，好啊，做對啊，不過下個月開始13000就別按用。對，但通常是如果一般的房東可能比較不會注意到這個，那有一些對比較偷吃步的做法，就是你簽約之後你就說我要報稅。這樣他就會來不及漲價，因為他就變成是說他在那個期間內他都要維持，因為契約已經簽好，他就要維持在一定的那個價格裡面，他就不能隨便亂漲。好，按用來抵好，泰嘎有抵好，先簽約之後再。比較偷吃步的做法，這樣。還有就是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要做唔得也 OK。也係因為講，像可能有啲人到台北做事啊，然後結婚呢，有些人呢到台北，叫托屬。那小學我們通常是用戶籍來區分嘛。那結果你不讓他遷戶籍，給他夫妻去投苗栗啊，投南部的話。結果佢喺台北，唔過佢托屬嘅時間有點苗栗。係啊，就不方便啦。對。故說係那個約定係錯嘛哈。還有就是稅。這個稅的話就比較像是剛才講的那一點。他這邊也在黑問題的空，從有時候有些什麼地價稅或是其他稅務會漲價，那可能房東會漲價之後，它的成本會變高，那他就會把那個成本轉嫁給房客。那這個約定就是說你不能這樣做，那是比如說那個房子是你的嘛，可能房屋稅什麼有漲的話，那都要你自己去負擔。哎呦，做唔到，泰嘎真嘅要注意哦。比如講你同房東簽約的時候，泰嘎要注意哦。我們這邊提出了8點，好，泰嘎就會考慮到第6點、第7點、第8點，泰嘎看到還可以用。比如講不得繳回。不得約定承租人需繳回契約書嘛？對，你自己要保留一份。對，這個其實很重要，這個很重要，因為以為房東租會講，給泰嘎強的時候，其實會老給贖債。那你就等於沒有，你就等於沒有了。對，這樣就變成說之後未來如果你們有什麼爭執的時候，你會沒有證據。所以我們會講很重要，就是1式2份。昆用的東西我有2份，哪一份？泰嘎就會搶2份，就會搶失，就唔會搶2敗，然後130那一份就。播種起價啦，之後可以當證據用。還有哈，泰嘎就會看到我們向下來討論一下，就是我們其實真建議租屋嘅時候有青島東西要注意有沒有？上面剛才跟大家強調那個8點，就同泰嘎注意講，這些是不得記載事項，從你看人家講方面按用嘢很繞口呢，你點冇？唔講所以基本要推行嘅就會法律嘅。8穩運通哦，那我們注意哈，簽約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的這邊，哇，我們這邊有先提出6點。對，那我知道他重要的係前面3章啦，那第1章就會講錢要用的算，其實租屋會懂重要嘛，錢一定會算清楚。稅費、稅錢啊、天錢啊、納稅啊、網絡費用啊、TC 台啊，你全部要講清楚，因為從你
可能迄都太楼底都会有管理费，那管理费用来算，这钱要怎么算就要先讲清楚。还有像什么该天谴有没有？还没独立电表，对不对？黑某你大家年书都给天谴清斗，你都已经签约要租1年2年了，比如你约都签了啊，你再去问提供你天谴有算，那时候就弄不清楚了。弄不清楚，对，因为你最好就是独立电表。不过压意思黑马意思就是你私钱强有给时间讲清楚，讲清楚就会按容易。听你主会讲，就从他要讲的功能家具，对，相片一样嘛。那你就要注意说它有附嘛个东西，那到底那些东西功能怎么样？对。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去偏手马桶先给它冲一下，看有没有功能正常。对，真紧，提供你要煮东西有没有用瓦斯炉，要看能不能开火，不要你真紧嘿。进去之后有没有？全部都不能用。全部 fight。去甲讲，我去甲底到清冲油应该係你去的时候，我先开水，看有烧水。有一种寒天冇烧水好洗身，你真会冻掉。如果功能是不是正常的话，是要注意啦。那第3个的话是说，因为我们契约通常会好几张纸，它不会只有1张。对。那这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契约跟契约之间，就要一本从嘛，看，我们就会盖气封章。轻斗。气封章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让人家从中间抽换。有时候像之前的那个2房东案例，就是曾经有抽换那个契约，结果就变成我原本写 A。但就被换成 B， 就那个 B 对房客是不利的，这样子，就是气封章就是要注意。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1式2份刚刚提到的问题。当然还有乡亲朋友这里看到TC T6点，你自己就是真的要很注意，要去确认。像第4就是这种，以为你讲给主妇给做在学给宠物嘛，学给学喵的安尼。嘿，这样很重要。有时候会限制谁摸呀还是谁来的嘛，房东给资料要清楚。希望你大天发本给时间永远都没有接，有吗？永远都没有接，你的资料要清楚。然后还要注意，如果讲房东他签的那个名字跟他身份证上名字是不是一样的？哇哦，真挺哎，吃到法律真的是防小人，不是防防君子，对不对？是真挺黑暗牛就会有一些不大不小的漏洞啊，那你就大家要自己注意，太搞要注意嗨哈。不过还有嘛个东西要注意聊下，等下总在讲。欢迎绕墙到西语类的节目地图，让大家来分享哈。其实公司采访法律跟问题唔系我们这样子1点钟讲来讲去就做嘅嘅事情哈。当然，希望记得会花按多年嘅时间，还会考律师有没有拿执照？唔系案件单嘅，嗰种亲难嘅专业有冇？唔过吼，古时候律师真的要谢谢你，因为讲呢就会大家知道亲难嘅问题，唔过基本有一群嘅后生人，佢哋愿意出来。尽量把复杂的东西简单的分享给大家哈。我说再跟大家讲一次，要一本书哈，一本书公司采访，黑公你知道法律和情难的问题，你有兴趣来了解，读这本书很有意思哦。黑某就留给粉丝专业有没有？我觉得好棒哦，亲张掉哈。不过上段节目我们是找一个实例。我们就因为法律跟问题好广，对不对？我们找一个租屋的实例同大家的分享。不过，你说这么多，讲到青岛就会房客，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当房东啊，对不对？对。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2房客，黑某新闻青岛，那2房客，第一他不搬走，对。黑某你很易搬走的时间一进去，里面好多的垃圾，好，所以房东也要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现在是假设，如果房东遇到坏房客，然后处理不了的时候怎么办？用改善，所以不可以怎么样这样子。其实董董你没有讲，其他有读到安尼2房客的问题啊。那其实房东要处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如果真的法律问题太多，你用的处理的时候，请警察来请讲。就是请警察帮忙。就比如讲，去报案的意思嘿。做得按你讲啦，不过大部分人有主控，像按你下来主控，有时候房东会情绪会起来，有没有？就比较激动，可是会因为我很易走，你就冇去走，咪讲係冇去本意，但係以為你就都帶到底度，你冇去走啊？他以為你就會吞水吞田。冇，不要給你水。
不要给你电，就给你电，逼你走这逼样。你走。对，或者是直接去你有听过有手势，只是开门你可以让人东西全部搬走，搬到门口即个拿。无主我拢稳手条，我连主无手势都入唔去。那其实做嘛讲安尼三件事情，你一切都做唔得做。切都会注意。嘿，所以因为讲你黑暗你做的话，你这个有可能就会违反刑法。哦。对，就比如说像断水断电。可是我很生气啊！你看，你都唔给我钱。有冇？然后希望啊，很易做唔得按用，就按用做。还爱你那个时间里面好可怕，很像垃圾堆。对，按用做唔得啊，我很生气啊。对，就是如果说迄吃到讲爱你去的，爱想要你去，那你就做唔得去甲开门，你就可能会抢警察的天向下开门入去。哦，请警察。迄讲唔要先去搬走去，唔偏的话就是今天那个属地都没有给谁讲，其实你有一些催缴租金的步骤，它有四个步骤啊。简单讲就可能是说，我可能会这边有提到，就是催缴租，第一次我先口头上的催缴，然后最后面就寄存真信函啦，寄第一次，寄第二次，然后再要求返还，这样。我大家就会知道讲，哇，哎呦，糖血清复杂吼，为什么叫第一次？第一次同听一百有嘛该某用用，不过大家不是按进种吼，因为时间给关系，故说根本没有说一个一个讲得很清楚。对。其实要本书底都有下都清楚。底都就详细的介绍给大家这样子。所以其实做对讨论的问题清多啊，比如讲我们根本一讲出来就会讲，伫外地上班嘅人可能会主播嘅时间会遇到嘅问题，不过还有嘛，清到诈骗嘅问题也係，诈骗嘅问题底都有下冇？有也有下哈，多少有提到一些，有講到哈，因為詐騙嘅問題真係係真嚴重，不過還有咧，比如講查貨嘅問題，係冇查貨嘅問題真係一下。不一定谁对谁错，车祸是没有意外就会遇到，怎么办？你觉得？车祸的话，堵到的话，轻重要一件事情做，可能有人输送嘛。你人命最重要了。真嘅。对，如果有人输送的话，一定会给打电话请救护车来。好，因为天一会做的事情。天一是看到太家猪冇嘛个输送，只是查冲突啊，然后会处理啊，件事情嘛，轻后就会打电话请警察来。OK。因为警察毕竟是公权力啊，那家得会来，家得会翕相，会画图，那做记录这样子，那双方他会对照一下你的身份证啊，什么行照、行照、驾照啊，然后对照完之后，双方会签名，他会开一个3联单给你，然后双方签名之后，他说好，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子才可以走。那如果警察没有来，警察的某人就嫌这违法哦，你可能会有些人会比较严重的事情，他会变刑法，会有肇事逃逸的问题。对，所以不能先走。最好是年，如果有轻动研究按用啊，可能还冇轻洋葱啊，可能就一些扣送，我们就私下和解啊，共就好呀。那这个我自己的建议是不建议私下和解，因为以下你懂啊，公开堂都会口说无凭啊。嘴巴上讲说我们没事，就回去你专一账查账都用问题查账摕很多钱，结果我就请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老可以和解，跟保险公司没关系。基金冇现冲因为没有现场的任何的照片证明，所以保险公司回过头来跟你请求赔偿的时候，你就有点哑巴吃黄。曾经还有嘛概念，就会你不是因为你私下和解，你可能冇用的，结果对方讲，哎呀，冇事情，还有伤害做一做，结果会留电话嘛，就冇记住打电话讲，俺一看信上10万块，是不是也会有按用的问题？所以最好的问题就是不管洋葱呀唔洋葱，就会大天发，大天发本警察的，就让他来做一个记录，公正的记录。所以会不会就看到有他会画那个现场图，然后最后会有那个3联单，然后3联单之后，你会有保险的话，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让处理。用真件系清好，像俺去家嘅经验就会俺清休上嘅事情，因为计量是真件一下子吓到又冇经验，因为就是没有按用嘅经验，也没有大人告诉我说，其实你就一定要大天发给就请警察来处理。就俺就会遇到按用嘅问题，我们就私下和解。那和解过后就吃到够，就把车子修好，就都处理好了，很完整的。就对方就打电话帮俺讲，他说俺知道俺有错强的。我心里很害怕，我有心理的这个伤害。他说你后面会保一在缝包本来，
我真的其实俺不点用哎，俺真体就包一个红包，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处理方式。俺那讲给包给红包还好也唔好，真体就会你多按用给问题，其实可能双方都有问题。对，有时候不一定是我赔他，可能是他要赔我。对，这个冲啊，去给他经验黑讲，有时候双方有一次我撞到别人车，我骑摩托车撞到别人的汽车，那。一般来说是人家都说你冲哪一天你超，他们讲其实他有时候会涉及到路权问题。那我在这主要干道上，他是从支道跑出来，你是主要直行，假设他是弯出来的，其实直行的路权是先的，可能有按给路权给问题。对，就是他其实是个很专业、很复杂的问题。所以有些时候没讲，一看就抵慢，你对慢你唔对，有时候张会。建议大家做打电话请警察来处理个情况。真紧吼，像哎呀，糖有些系轻简单嘅提示，不过有轻动嘅人可能就冇去注意，会知道啊，讲就好诶吼。古时候基本嘅底下鸦片就会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吼。还有嘛该咧，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吼，呀，感觉讲话越来越快。问一下有没有什么未来展望？未来的话，就我们这个团队还是希望说，你都在建立这平台，如果突发的人有向外分享本大家底的事情，就都在投稿给我们。那你就会，因为我们毕竟就是在做白话文的工作，那我们会想办法跟作者去沟通，说让他的文章变得更平易近人一点。然后，最重要的是还是希望说，你有一般的民众给些读到事情啊，你用的处理的时候，其实都在那种网站上去搜寻，看看说，有没有类似案件，我可以怎么处理。那不是说一定要照我们的做法，或是怎么样，只是让大家有个参考，就让你说啊，我不会很怕到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放在那边给你做参考，你就会心里比较有个底，这样子。真的哦，其实。听起来轻简单，不过真给一般人，迄讲真给读懂问题的世界，其实是很慌张的。对。呀，台港大追顾糖友，这好像好轻松，对不对？哎呀，你就应该按用扣一下，按用扣一下，你要去摸一下，给别摸一下。台港冇感觉，不过真给迄讲有事情的世界，顿时间真给唔得用改善。好，所以真给很谢谢呀，有一群的好商人，愿意做按用的事情哈。其实记得还有办讲座，对不对？哈。但一开始创完那都办的讲座办了蛮多次，像在宣传书的时候我们有办讲座，对，我去甲黑头发脸，来最多发脸一做办讲座，那时候老爱搭配让学长黑讲，他的主题很特别，他在讲死刑的存废，是，那其实他不是这么生活化，但是因为这几年大家讨论热度很高的一个问题，所以等于是也是借由按用给讲座，大家了解很多嘅问题。就是，有时候你看哦，基本上有像几类都鸦片，青岛嘅问题都得讨论。不过青草嘅事情就会鼓励好商人有按用嘅平台，哈，真的谢谢你们。也出了一本按用嘅书，同大家来分享。迄讲大家有兴趣做得去看一下。今天非常嘅感枪里头鸦片，迄讲有限嘅事做得接来嘛。来朋友他法律小知识，聪美哈，真的。所以按之 C 哦，打发会继续讲做的。好，做的，也绝对没问题。那就谢谢石宇，感谢啊。谢谢。好，乡亲朋友，3年下来做乜嘅咧？做认同了。